四郎，想听什么曲子？你刚才换朕什么？你的闺名是甄嬛，小字是什么？臣妾没有小字。那朕就叫你嬛嬛，好不好？嬛嬛。华妃看到甄嬛在后宫中受宠，又与眉庄关系融洽，便心生嫉妒，企图挑拨两人的关系。然而她却没有得逞，眉庄对此毫不动摇，反而与甄嬛坦诚相对，两人的情谊比以前更加深厚。这个事件再次证明，甄嬛和眉庄之间的友谊坚如磐石，任何人都无法动摇。玲珑虽与我们交好，终究不是一起长大的亲夫。若是连你我都不能相互扶持，那以后数十年的光阴又怎么熬得过去呢？甄嬛深知宫廷之争的险恶，为了自身的平安，她诚挚地恳请皇帝，愿他不要过于独宠自己，以免引来六宫的妒恨与纷争。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皇帝的体恤与关怀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宫廷生活深深的理解与包容。已经7日，皇上若专宠臣妾而冷落其他嫔妃，旁人不免会议论皇上纳而凉薄，喜新忘旧。臣妾不能让皇上烦心，臣妾不忍。知道了。皇帝一约踏进了齐妃的寝宫。齐妃久不见过皇上了，皇上突然来她这里，非常紧张，搞得她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皇帝看她也很烦躁，于是便离开了。回去路上，听到甄嬛的琴声，随着琴声走向甄嬛的宫中，而她那深宫之中，却也有皇帝无法抗拒的思念，悄然涌动，引领她来到甄嬛的身边。甄嬛，那个曾被她唤作嬛嬛一鸟楚宫腰的女子，此刻在皇帝眼中更显妩媚动人。四郎，想听什么曲子？他轻轻唤他四郎，那声音如丝如缕，轻轻滑入他的耳中，更让他沉醉其中，恩宠倍增。皇上不是要让沈贵人学着看账本吗？那本宫就好好教教他，却叫沈贵人来，这烛火太晃眼了，给本宫熄掉2盏。华妃对眉庄的离间行动未能得逞，于是她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消除眉庄这个潜在的威胁，以免日后有更多的麻烦。他以让眉庄学习六宫事宜为借口，故意设置难题刁难眉庄。眉庄为了大局着想，并没有与华妃针锋相对，任由华妃步步紧逼。华妃在后宫中势力强大，皇后也不得不谨慎对待，不便过多干涉，只能采取观望的态度。华妃又一次策划了阴谋。当夜深眉庄独自返宫的时候，路过千里池时，华妃故意安排人手将眉庄身边的侍女引开，让她独自一人站在千里池旁欣赏鲤鱼。华妃的手下太监周宁海迅速地跃入池中，把眉庄推入水中。眉庄不谙水性，差点因此溺死。深夜，眉庄悠悠醒来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，低声向甄嬛诉说。她断定此事必是华妃所为，但证据却无处可寻。他们需要谨慎行事，隐忍不发。然而，甄嬛内心担忧，不知道前路将会如何发展。明日之日，眉庄定要揭开真相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他们都必将与华妃一战到底。我如今奈何不了他，未必我今生都奈何不了他。好歹留着我这条命，咱们就慢慢的算这笔账。